6月嘅到來，標誌住香港開始進入炎熱嘅夏季，天氣越嚟越熱，大量西瓜開始上市，成為香港市民係炎夏最常買嘅生果之一。係熱辣辣嘅夏天食個冰鎮西瓜，簡直爽到爆。街市嘅生果檔對住堆積如山嘅西瓜，都唔知揀邊個好食。係揀西瓜嗰陣，可以透過以下幾個技巧嚟準確辨別西瓜嘅好壞。首先睇西瓜嘅外表，自然熟嘅西瓜顏色應該係純雅光綠色嘅，而且顏色望落去相對比較深。如果西瓜外表灰暗，仲要係淺綠色，根多數都係未熟嘅，食落唔甜，口感亦都唔好。西瓜咧作為一種中意溫暖同陽光嘅農作物啦，佢果實嘅成熟過程直接依賴長時間同埋充足嘅太陽照射。隨住西瓜果實成熟，佢嘅表皮為咗防止內部水分蒸發，會自然分泌並且形成一層植物蠟質。呢層蠟質令到熟西瓜嘅表面呈現出一種內斂嘅啞光視覺效果。其次，睇西瓜底部嘅部分，即係西瓜生長嗰陣同地面接觸嘅地方。如果呢個部位係黃色嘅，說明西瓜係自然熟嘅；如果呢個部位顏色發白，就多數係仲未熟嘅生瓜。呢個地方通常亦都俾人稱為西瓜嘅底部或者黃斑區。因為重力作用同埋體積不斷膨脹，西瓜底部嘅一個特定區域會長時間緊緊貼住泥土表面。呢個接觸面完全冇辦法接收到陽光嘅直接照射，係缺乏光合作用嘅環境下，呢個區域嘅果皮冇辦法好似西瓜頂部嘅果皮咁樣正常合成綠色嘅葉綠素。如果呢個區域呈現出飽滿嘅黃色，金就證明西瓜喺瓜田入邊停留嘅時間夠長，經歷咗完整嘅自然生長同成熟階段，內部果肉已經發育完善。呢個係一個極其直觀而且冇得人工改變嘅成熟度指標。第三，睇西瓜上面嘅斑紋，盡量揀斑紋密集、整齊而且顏色均勻嘅西瓜。金樣嘅西瓜食落香甜多汁，如果斑紋稀少，甚至出現斷痕，好可能係未熟嘅。絕大部分喺香港市面上流通嘅西瓜品種，表皮都天然分布住類似波浪形狀嘅深色直條紋，斑紋密集而且排列整齊，說明西瓜係成個膨大期入邊由根部吸收水分同泥土養分嘅過程非常穩定而且持續。果實內部嘅細胞分裂同體積擴張處於一種健康勻促嘅狀態。表皮嘅紋理因為根部均勻、根拉伸同定型，具備呢種整齊斑紋特質嘅西瓜，內部嘅果肉結構必然係發育完全嘅，切開之後嘅口感表現必然係香甜又多汁嘅。斑紋唔規則嘅西瓜，有極高嘅概率係未熟嘅生瓜，或者內部果肉存在空心、質地粗糙等嚴重嘅品質問題。第四，睇西瓜嘅瓜齒。買嗰陣盡量揀瓜齒比較細嘅西瓜，係成熟過程入邊，隨住果肉逐漸變大，瓜齒會日漸收縮變細。瓜齒細咧，代表西瓜皮越薄；如果瓜齒比較大，就可能外表望落完好，但係入邊仲未熟，或者係用咗激素。瓜齒位於西瓜底部正中央，係西瓜係生長初期，花朵凋謝甩咗之後，係果實表皮上面殘留落嚟嘅一個圓形疤痕組織。與此同時咧，瓜齒比較細係農業經驗入邊咧，亦都係判斷西瓜皮薄嘅一個核心外觀指標。第五係透過拍打嚟辨別，將一隻手掌扶住西瓜一邊，另一隻手係另一邊輕輕敲打。熟嘅西瓜水分足，震動感會好明顯。如果震感唔明顯，說明個瓜仲比較生。再用手指關節輕輕敲擊，發出砰砰聲代表係熟瓜，發出噗噗聲代表熟過籠，發出當當聲咧代表仲未熟，即係聲音越沉越悶，表示越熟。對於西瓜嘅聲學測試，敲擊發出嘅聲音越係低沉，越係發悶，代表西瓜內部嘅發育程度越高，成熟度越好。最後咧要觀察西瓜嘅瓜藤
瓜藤咧可以好好咁證明佢嘅新鮮程度。瓜藤鮮嫩，證明西瓜越新鮮。喺呢個基礎上，如果瓜藤係彎曲嘅，表示唔單止新鮮，而且汁多、甜度高。如果瓜藤不直或者已經完全枯萎，就說明摘落嚟已經有一段時間，入邊嘅水分大量揮發，口感會大不如前。瓜藤咧係連接西瓜果實同母體植株嘅生命通道，係驗證西瓜採摘時間長短同新鮮程度最客觀嘅。大部分係香港市面上賣嘅西瓜都必須經歷由農田採收、裝車、跨境長途運輸，直到最終分配到零售終端嘅漫長過程。喺呢個物流周期入邊，西瓜徹底脫離咗泥土，根係冇辦法再獲取任何外部嘅水分補給。如果發現西瓜頂部嘅瓜藤依然呈現出鮮嫩嘅綠色，呢個強而有力，咁證明個西瓜被摘落嚟嘅時間極之短暫。所以係香港極之悶熱嘅夏季去買西瓜，為咗保證幾十蚊嘅花費可以換嚟解渴消暑嘅極致體驗。消費者必須係揀嗰陣嚴格把控最後一道關卡，堅決過濾走果滴瓜藤已經枯萎乾垮嘅，優先將果滴瓜藤保持鮮綠，而且咧最好帶有彎曲形態嘅西瓜放入自己嘅購物籃入邊。總而言之，喺香港呢個商品供應豐富但物價高昂、生活空間極度寶貴嘅都市環境入邊，確保每一次買農產品都可以獲得極佳體驗，必須依靠科學而且客觀嘅檢驗方法。對住琳琅滿目嘅西瓜檔，單純用手拍兩下聽下聲就草率做出購買決定，係完全唔夠，而且好易出錯嘅。單憑聲音呢，一種並唔全面嘅辨別方式，根本冇辦法準確排除果滴內部生長異常嘅劣質瓜。真正有效而且可以保證極高成功率寄揀西瓜技術，必須係透過多種觀察同測試維度嘅嚴格組合。消費者只有係買嗰陣有條不紊咁執行呢套基於植物發育學同基礎物理學嘅檢驗流程。首先確認表皮呈現出成熟標誌嘅啞光深綠色，跟住反轉檢查底部係咪形成代表長時間貼地生長嘅天然黃色接觸面。隨後嚴格篩選表面斑紋係咪排列密集而且整齊唔斷裂，再進一步甄選果滴意味住高成熟度同薄皮得子既微細瓜刺個體。最後透過檢查瓜藤嘅鮮綠程度同彎曲狀態嚟鎖定果實嘅新鮮度同高甜度屬性。只有將呢啲客觀嘅挑選方式綜合運用，層層篩選，先至可以係眾多西瓜之中百發百中，金揀出果滴狀態處於巔峰嘅優質西瓜。自從喺日常買生果入邊嚴格遵循並學識咗呢幾種綜合疊加嘅客觀挑選方法之後，極大咁降低咗買到咧內部生硬、味道寡淡、劣質西瓜嘅概率。每一次帶翻屋企嘅西瓜切開之後咧，都係肉質完美，口感極之香甜，而且汁水四溢嘅。呢套方法唔單止客觀實用，而且操作起嚟非常簡單直白，唔需要任何儀器輔助。食西瓜雖然解暑解渴，但如果唔注意方式方法，亦都可能會引起身體唔舒服。西瓜雖然水分極高，但含糖量並唔低，一次過食太多容易導致糖分攝入超標。其次，西瓜本身性寒啊，大量水分進入胃部會沖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胃脹、腸胃嬌弱嘅人食多咗，好容易肚屙。凍冰冰嘅西瓜仲會刺激腸胃，啱啱係雪櫃冰格或者冷藏室深處攞出嚟嘅西瓜溫度過低，大量食用會強烈刺激胃腸道血管收縮，容易引發胃痙攣，甚至急性腸胃炎。冰鎮西瓜嘅最佳溫度係8至10度左右。如果係啱啱由雪櫃攞出嚟嘅極度冰冷西瓜，建議係室溫下擺10至15分鐘之後先食。其次，特定人群需要嚴格戒口或者少食。糖尿病患者要慎重，
西瓜嘅升糖指數比較高。近期血糖唔穩定，應該戒口。如果血糖控制得好，可以係2餐之間少少甘解下雪。腎功能不全嘅人，腎臟排泄水分嘅功能減退，食太多西瓜會導致水分係體內大量滯留，加重水腫，甚至誘發急性心力衰竭。最後係感冒初期患者，係感冒初期食性質偏寒嘅西瓜可能會加重病情，或者令感冒病情延長。喺接下嚟漫長炎熱嘅夏日入邊，所有中意食冰鎮西瓜消暑嘅市民朋友都應該牢記以上幾點，先至可以食得放心。同時仲可以將呢啲實用嘅生活常識轉發分享俾身邊嘅親朋戚友，等大家都可以喺街市生果檔嘅消費入邊掌握主動權。多謝收睇，如果覺得呢條片分析得有道理，記得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